係中藥藥劑學4年級學生陳卓賢。參加佢嘅實習有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、靈實醫院，而我做得最耐嘅係學生研究助理。我協助老師研究嘅題目係用近紅外光譜儀去分析中藥。呢項計劃成功獲得2次 ICT Award， 1次 EPICA 冠軍同1次 EPICA 嘅優異獎。可以喺國際賽事贏出獎項係我寶貴經驗，亦都好榮幸可以向國際推廣中藥。就我學嘅知識非常之多，我要學唔同嘅鑑定方法，例如性狀鑑定，要透過中藥嘅外表、顏色、氣味去分析中藥。我亦都要學習中藥房管理、中藥嘅法規，呢啲知識令我投身中藥行業係非常之有幫助。讀中藥藥劑學有咩好啊？有3個好。首先呢，就係好實用啦，然後就係好好玩啦，同埋好就業嘅。好實用嘅意思呢，即係話呢，我哋嘅課程設計啦，其實呢已經係應用同埋實踐相結合嘅，因此呢，我哋可以同業界無縫接軌㗎。好實用呢，係指我哋嘅課程設計呢已經係行業同埋我哋嘅專業已經係相結合，我哋嘅傳統同埋創新呢，亦都係融合埋一齊嘅。我哋會安排我哋嘅學生喺4年級嘅時候呢，會3日返工同埋3日返學。咁我哋嘅同學仔呢，畢業嘅時候呢，就會可以同我哋嘅業界無縫銜接啦。點解話我哋嘅課程係好好玩呢？因為其實呢，我哋成個課程嘅同學仔呢，其實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習嘅模式嘅。譬如啦，我哋有實驗課啦，有行山應藥啦，仲有一啲創作嘅比賽啦、產品設計啦，同埋我哋創科嘅大賽嘅。咁同學仔咧可以透過唔同嘅學習模式咧，喺活動之中可以學習到唔同嘅專業知識嘅。因此讀完我哋課程嘅同學仔咧，其實佢哋都係 work ready 同埋 future ready 㗎。